那为从法通的群岛系度，特别是客家文化主题公园，有一搭民族嘅3天哦，系种类动多样嘅农作物，还有一地大约200片嘅田。南方基本都期盼嘅夏天国舞期嘅法通，而过今年3月10月所时嘅跳动舞，同时间还有高谷、山谷两条农舍哦，都系希望本省法度都会提起嘅民众来体验，同时间要了解农民嘅辛苦。接双民雄，拜地球风调雨顺。苏拉丁乡松树合定，大家真心的感谢北港保佑田土保卫的风俗。好，我们讲讲。就算一条安拉一群人带点的马，骑在步量的，从下来体验国保卫，一下头特别是客家文化主题公园地图的人作为3天内，从今年3月15日4月桃园3号米，经过126日，总算做得过来。就是一只手抓着，然后另外一只手拿到这个。无论是探险设施，都是头一摆体验国保卫，完全用人工的方式来推一下机器。只不过大家一种唔系一啲按用嚟讲，故做田康，个体的步条又会长又会短，还会填填自工的指头，长做啲优雅又正常的个体。冇过到铁过，游了差唔多2、3寸就好，个步条，因为你过到铁搭做唔得啦，唔好搞啊。韩国唔得游到系讲。游到踢墙落去，搞门险，也係一個機器房搞啊門險。央海疏風拿定呢部位就係外頭，特別是客家文化主題公園講的哦。上次當然，咱係強用就盲食各個部位。故所講嚟到一打尾拿定部量嘅帶定啲嘛，嚟到一片就做得體驗舒適的樂趣。以上就係客家節目黃色控制，都特別是客家文化主題公園嘅採訪報道。